欢迎王杰来到节目中，跟观众问候一下。各位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杰。你看你多受欢迎。今天现场的观众一听说今天的特别来宾是王杰，大家异常的兴奋。哎呀，谢谢。还有献花啊！太好了，太好了！哎呀，不得了，这个我们王杰啊，这个国语歌曲唱得好，粤语歌刚才也是您灌的唱片里的。这个曾经也灌过，可是不是在我个人专辑里面。不是个人专辑啊。对。而且我知道香港版的这个粤语歌曲版呢，您出了不少张啊。对，真的是蛮多。算是这个双向进行啊。哪里？现在这个演唱会更不得了。还好，很多地方您的足迹都踏遍了。足迹都踏遍。这是这个今年的10月，我们王杰在中国大陆开演唱会。对。这个据说呢，其实这个中国大陆好早就想下订单，想邀请您去表演。对啊。歌在那儿实在受欢迎。对。那么就是王杰有一个要求啊，希望就是为了争取呢，这个出场是要这个国旗要贴在身上。就这一点争议在那争议了半天了啊。对，真的争议蛮久了。哎呀，光这种演艺人员有您这种精神呢，我们现场观众给他热烈的掌声。谢谢，值得钦佩，值得钦佩。哎呀，你好，这是谁？哎呀，飞哥，你这个歌名蛮面熟的嘛？蛮面熟，好像蛮老的。我朋友会什么？蛮老的。我啦，平常时我的访问呐，今天我就想说让费玉清好好访问一下。这王杰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物啊。是啊，画面要干净。结果站在旁边演，刚刚就无聊。你们看王杰歌友会，朋友会。我在旁边的监视，万一费玉清有什么接不上的地方，我才出来。来，谢谢，不敢当飞哥，谢谢。哎呀，谢谢飞哥。哎呀，不要了，谢谢。自己哥哥啊。是，真的。王杰本身就是散发了魅力，不然那怎么会有歌迷的这么多人这个争相邀请之下，呼声最高的时候，投票的情况下邀请到您到那儿去唱。您想想看，那这个您一定有基本的歌迷听众。那么就是说现在的听歌方向又不太一样，这个面对面的时候希望有多方面的表现。那恐怕万一人家有点你地方性的歌曲，这方面有没有准备？其实我通常都多多少少会一点点了就是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也不敢去跟人家做节目，或者没有3两3不敢上。对，这是真实的。今天你看歌迷也热情，来的人数也不少，能不能把这就当个演唱会，来牛刀小试一下吧？我的牛刀小试一下可以。就刚才您讲的，我们从来也没听过王杰唱地方的歌曲，那有什么问题？这个地方性不是太难的事情。不太难。对，那今天有福了。那您看闽南语歌您怎么样？闽南语歌可以，真的没问题。可以啊。闽南语是很正点的，不是很。哎呦，很正点，准，加准那俩。丢，好丢。哎呀，那能听到您唱闽南语歌，那就观众朋友。板恰。怎么又来了？人家会怎么唱闽南语是什么意思？人家为什么要王杰的形象怎么会突然要唱起闽南语歌？是要应付演唱会。闽南语歌曲还是这个太轻了。不行。你们2个人站在我眼睛前面，看起来是2张王牌啊！你长得像王牌吗？我们是王牌啊，不是？照你这样讲就是吧？那我是老 K 了，是3张王牌。我们是歌王是吧？对，你们是歌王，我也是歌王啊！你是要歌晚上？歌晚。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挑起战火！你要晓得这个，你现在江湖上流传的一句话。不得了啊！王杰是歌王，对不对？对，没错。还有一个人一直处心积虑要把你干掉。谁？嗨呀，哪一个改名叫费杰？肺结核啊！是啊，这个肺结核呢要去治疗了，要治疗一下。这个龙告小嘎嘛，你是龙告小嘎，我拍戏东西我被卡掉我要你们2个人拼一下。哎呦，光是唱闽南语歌曲什么稀奇？没问题。不但要看你们的这个方言歌曲唱得好以外，而且还要看你们的反应怎么样，还要考反应。对，我没有关系，我刚吃完麻辣火锅过来的，一腔子的火，一肚子火。您如果说您要唱一首闽南语歌，本来要唱哪一首？我唱心情。王杰唱心情，这一句刚讲这句叫标准，这多厉害啊！对，他唱心情的时候，在中间你要找到一个适合的小节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把它转到另外一首歌，把它拉过去。这个转到小节里再拉过来。这种是不是？然后他唱到一半的时候，你也要找一个小节，看那个音质适合的时候，你又转到另外一首歌曲。
哦，哎，这个就要看技术。不错，这个点子好，小弟先告辞。哎，干嘛告辞？你干什么？不是，这是没出息，唱歌还要考机智。好不容易给你改名叫肺结核的人，今天要拼一下才可以。没问题，我在旁边当裁判啊，要不要看他们比一下？要不要啊？没问题啊，对吧？这样好了，我呢风度好一点啊，我先，那你先来，让他先接。风度好叫做你先，对啊，给我有一点时间好考虑一下。对，没错，你看这我还以为你说风度好，杨老师请啦。哎呦，杨老师请了。哎呀，这个你先接伤脑筋了。心情就像一车船，九雄啊，心跳海中央。哎呦，海洋忽悠，深深就是我的心情。有位置又打到精准了。为你相依相默听，亲手捧着一阵又一阵。哦，是改国语歌唱。每夜做梦，梦见你笑什么？你在我心边。心无限。哎呦，破下破！哎呀，加油后，加油后。江乱秋也清，这就是安尼接对的意思。心上听，几多问候比情。雨呀雨，你不要阻挡了他的来时路，来时路。光景秀就光景秀。今夜又是风雨暝，路顶青青照着水滴，令阮心悲。光景秀就光景秀。青春男儿，不知自己要行倒位去。My darling， 又降低八度了。不简单的，还能接下来。又低下来了。唱一段，哎呦，思乡情。英文的我都讲回去了啊！我正在想，唱一曲思乡情，唱一首广唐山崖，走不尽的坎坷路，恰如此千里步履。自从和你断绝来，也是同一个扣头。心里是多么的失望，别了我的心上人，我还是永远地爱着你。我都讲。你青海的草原，还有踩两下刹车的才出来，害人的。眼看不完，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经得起考验，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断，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千秋万世
这是乱接嘛？你这个人啊，来耍公牛个后个黑边去啊！你跟我们前面都是你刚刚完全唱那个是什么歌？乱成一团了啊！中华民国颂，对，怎么会接到奶刷狗？从心情开始，怎么变成奶刷狗呢？这个绿色大地啊！那你中间是怎么搞？看过这怎么回事啊？你这是谁啊？就是突然变林峰了，怎么？这是你。你不要这样子，害我们王姐整个人笑得趴在地下去了，对不对？哎呀，就是这样出来乱。这是你哥哥吗？是啊，就是啊。我看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是他哥哥，我是你的意思，好像嫌我有点问题，是不是有点问题？现在是几点钟了？哎呀，干嘛？现在啊9点多了是吧？ 9点多了，这个吃药时间到了哈，赶快下去吃药，配点白开水哈。啊，这个今天来到节目中实在是真的很快乐，非常的高兴，现场观众也是热忱一，大家的热忱一举。对啊，怎么讲？非常的开心见到你。每次来上你们的节目都很快乐。是的，这个我们在这呢，这个今天除了感谢您的光临之外，也在这预祝您在大陆的演出成功，造成轰动。谢谢大家。